好，大家好，咁歡迎大家今日嚟到今晚由 IFMA Hong Kong Chapter 同埋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舉辦嘅 webinar 啦。咁我哋今晚好榮幸邀請到我哋嘅 speaker 阿 Ken，咁佢就會同我哋介紹翻呢一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咁大家咧中途如果有任何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喺我哋 Zoom 入邊嘅 chat box 啦，咁就留言翻你哋嘅問題。咁之後就會有個 Q&A session 咧，咁大家阿 Ken 就會解答翻大家嘅問題。咁記住大家要留到最後啦，咁因為我哋有個 CPT hour 嘅 QR code 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咯。咁我而家就將時間交翻俾阿 Ken 咯。好，好唔咁多謝晒 Ken。好唔該晒阿 Joyce 嚇，咁首先就感謝咗國際物業設施管理學會香港分會呢度安排咗今晚嘅 seminar 啦亦都好感謝咁多線上嘅朋友抽空出席呢個 seminar 嘅再一次自我介紹下先，咁我係來自香港房屋協會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高級經理啦，咁我姓張嘅，咁大家就好似阿 Joyce 咁叫我阿 Ken 咁樣啦。咁我本身亦都係屋宇署註冊名單下嘅註冊檢驗人員嚟嘅。事不宜遲啦，咁我有個 PowerPoint 同大家去 share 一下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個 PowerPoint。我首先 share 呢個 PowerPoint 先。好，大家應該都睇到個 PowerPoint 啦。事不宜遲，咁我就開始我嘅 presentation 啦。今日最主要呢個 seminar 咧，其實就係讓大家認識到什麼是自願樓宇評審計劃，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咁樣首先咧有一段短片同大家睇一睇先嘅。2分鐘嘅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先。咦，阿 Ken 係咪可能連接個 audio 嗰度，我哋可能太細聲，我哋唔係好聽到，哦，我試下較大聲少少先，或者係啦，可以會唔會睇下。大聲啲啊？或者我或者係。audio 轉翻個 source，可能去翻個電腦嗰度。好，去翻電腦嗰度好啊。嗯，你等陣先，但係而家都係聽得唔清楚嘅，係咪？我哋睇到，但係就聽唔到聲嘅，暫時好，你等陣先，咁樣好唔好啲啊？應該係 audio source 嗰度。等我睇睇先啊，audio source 你等一等，唔好意思啊，嗰個 audio source 我 share 多次啊，audio source 等一等。或者 share screen 嗰度，你可能睇唔睇到有 optimizing for video share 嗰度？
咁樣聽唔聽到啊？請問？可以試下播多次，麻煩。咁樣聽唔聽到？請問？而家都聽唔到嘅。聽唔到，你稍等我一陣先。咁大家可能如邊果個位對置？呢個計劃有啲咩問題啦嘅話，可以 share 喺個 comment 嗰度啦。咁我哋一陣都會答嘅。係即時我哋都會可以問一問阿 Ken 睇下可唔可以將啲 material 會 upload 翻咁樣咯。咁我哋都會將 webinar 嘅嗰個 video 嘅 recording 咧，都會擺翻上我哋 IFMA chapter 嗰個網，大家都可以 refer 翻嘅。但係佢聽唔到個聲，但係佢聽唔到個聲音喎。開講順期，開你電視點得開？都係聽唔到啊！嚇再聽唔到，暫時都。 OK，你稍等我一陣先。嗱，或者咁有緊要啦，我哋就嗱，我哋睇住字幕先啦。係啦，睇住字幕先啦，嗰度嚇唔好阻住大家咁多嘅時間先嚇。咁樣我哋就去睇住字幕先啦，唔好意思嚇。可能都全螢幕翻啦，可唔可以麻煩阿 Ken？係，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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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唔該晒。係啊，主席，預設嘅強制驗樓計劃有機會揀選樓齡30年或以上嘅樓宇，發出強制驗樓通知書。咁我哋大廈都超過30年啦，雖然我哋有良好嘅我哋依家聽到聲，依家聽到聲。哦，聽到啦，係啊，不如好短嘅啫，我不如播多次。係啊，咁可能將個螢幕轉翻全螢幕，咁大家睇得好好好好，唔好意思，頭先太急啦啲嘢。係，咁我轉翻就全螢幕先啦嚇。好，唔好意思，大家可以重回正軌啦，我哋。建築物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如果冇及早檢驗同埋保養維修，又缺乏良好嘅管理，會影響市民大眾嘅安全。我哋棟大廈都30幾年啦，近排新聞報道有大廈跌石屎落街咁，街坊不時問我哋有冇驗樓驗窗，關心棟大廈係咪安全啊？都係嘅，我哋人都要每年驗身，呢度30年都冇嚟驗過，咁不如我哋揾啲專業人士翻嚟幫你睇睇驗下，睇下有冇需要維修啊？係啊，主席，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有機會揀選樓齡30年或以上嘅樓宇，發出強制驗樓通知書。咁我哋大廈都超過30年啦，雖然我哋有良好嘅管理，但大廈整體都難免會老化，好可能隨時俾屋宇署揀中㗎。啊？咁我哋收到政府通知書又唔係幾好喎。反正我哋都想主動做好保養維修，咁平時我哋嘅管理都做得唔錯，
我知道有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我哋都可以考慮下喎。咦？呢個咩計劃嚟㗎？呢一個係一個自願參與嘅計劃，時間靈活，涵蓋範圍比強制驗樓計劃範圍更大，包括咗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範疇。完成樓宇評審嘅大廈喺相關週期內唔會收到屋宇署發出嘅強制驗樓驗窗通知書，成功認證仲會收到嘉許證書添。聽落都幾適合我哋，但係凡事都要理解得清啦。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即刻打電話去佢哋機構了解下啦。係啦，咁啊頭先咧亦都講到，其實短片裡面講到咧，其實香港有不少嘅樓宇咧，個樓齡已經漸漸會高噶啦，並且咧仲想會做一啲維修咁嘅喎。所以如果係呢啲樓宇，而且佢具備良好嘅管理，並且又唔會想收到強制驗樓屋宇署嘅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通知書嘅話，而並且佢嘅樓宇嘅管理都做得唔錯，想得到正面嘅評價咧，其實就可以考慮咧參加我哋房屋協會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喎。咁啊，而家就講一講自願樓宇評審計劃究竟係啲咩嚟㗎啦？但係講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之前咧，首先講一講我哋自己香港房屋協會先。咁啊，香港房屋協會咧就係成立於1948年嘅一個獨立非牟利嘅房屋機構啦，就向香港嘅社會提供一啲可負擔嘅房屋同相關嘅服務嘅。咁我諗大家都唔會陌生，我哋會有好多即係房屋協會有好多資助出售嘅房屋嘅項目啦，有出租嘅房屋項目啦，亦都有啲私人發展項目嘅。近年我哋就做咗好多長者方面嘅項目啦，不少嘅位置，即係香港不少嘅位置都有我哋長者嘅服務。而另外咧，我哋仲會做一啲社區嘅項目嘅，即係想 benefit 翻個社區啦。而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就係一個社區嘅項目啦，最主要就配合翻政府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同強制驗窗計劃嘅。咁我哋嘅委員會，咁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有委員會啦，咁裏邊嘅成員包括咗嚟自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綠色建造業議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香港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房屋經理學會同測量師學會嘅一啲代表，都喺個委員會裏邊，即係一方面督導，另外亦都方面咧就俾意見，我哋不斷完善個計劃咁樣啦。咁啊，講講計劃嘅背景同目的先，咁就順手就講埋，強制驗樓計劃同強制驗窗計劃喺幾時開始㗎？咁樣，咁其實屋宇署嘅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咧，就喺2012年6月開始嘅，目的就係透過發出一啲檢驗嘅通知書，就要求啲業主進行一次性嘅週期嘅檢驗，以確保樓宇嘅安全嘅。但係咧，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嗰個思路有少少唔同。當時嗰個，而我哋開始嘅日子亦都係2012年6月開始啦。配合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為一啲具備管理嘅樓宇提供一啲另一個選擇。咁點解要提供另外嘅選擇咧？最主要就係因為當時社會有聲音就係話，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同強制驗窗計劃，就係強制啲樓宇去做嘅，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樓或者驗窗通知書先去做啦。咁但係社會裏面始終會存在住一啲主動會做好，想自願去做好嗰個樓宇安全同管理嘅樓宇㗎嘛。咁所以咧，政府就委託咗我哋房屋協會，就創製咗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出嚟，俾呢一類嘅樓宇咧就可以參加嘅。咁喺我哋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咁同屋宇署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嘅分別係啲咩啊？咁除咗要確保樓宇嘅安全之外咧，業主亦都需要展示翻嗰個樓宇嘅管理嘅系統同保養嘅系統嘅。咁一陣間會喺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同保養系統裏面會講多少少。咁就希望透過呢個認證計劃，推動優質嘅樓宇管理呢個文化。
喺坊間嗰度嘅。咁計劃嘅目標樓宇方面咧，兩者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強制驗樓計劃最主要屋宇署揀邊啲樓啊？就係樓齡達30年以上嘅所有樓宇啦。而強制驗窗計劃屋宇署會揀嘅就係樓齡10年或以上嘅所有樓宇啦。而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就係 for 一啲有良好管理嘅私人住用嘅樓宇或者綜合用途商住嘅樓宇，不限樓齡都可以參加㗎噃。咁但係，咦？咁啊兩個計劃咁都會有唔同啦。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就主動屋宇署去揀一啲樓宇去逼佢哋做啦。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就係一啲樓宇想主動去做喎。咁其實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有乜嘢好處呢？首先第一個好處咧就係好似短片度講過啦。咦？俾屋宇署揀到又唔係幾好喎。咁如果參加咗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就唔會被屋宇署揀選為目標嘅樓宇嘅嚇。咁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放心。咁所以咧就唔會話突然之間收到屋宇署強制驗樓嘅通知書，而導致要籌備檢驗啊或者維修嘅事情做得好倉促啦。亦都透過一個自願嘅計劃，可以預先計劃成個檢驗維修同埋去做翻個評審嘅流程同資源點樣分配啦。完成咗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亦都等同完成咗屋宇署嘅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無需喺個相關週期裏面咧，再被揀選為目標樓宇或者進行檢驗同維修嘅。現在個相關週期喺驗樓方面咧，就係30年啦；喺驗窗方面咧，就係10年嘅。喺驗樓方面就係10年，唔好意思啊。喺驗樓方面就係10年，喺驗窗方面就係5年啦。咁認證要求方面，咦，對比起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會唔會多咗好多嘢啊？咁其實咧就唔會話多咗好多嘢嘅啫。認證要求都相對簡單嘅，就係喺樓宇安全方面，同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嘅要求一樣㗎啦。應該會講講嗰啲細分嘅項目係啲咩啦。咁而另外管理同保養嘅系統會唔會要做好多嘢啊？要落好多力啊？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根據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手冊咧，為大廈做翻一個評分咁嘅啫。相信嗰個額外資源又唔會話牽涉咗好多嘅。而另外我哋呢個計劃咧有個好大嘅兩個特色嘅，一個就係同一個屋苑，如果佢好大嘅話，咁可以做分期認證嘅。可能第1年做若干棟，第2年做若干棟，第3年亦都可以做若干棟，咁樣分年期去進行嗰個整體嘅認證。如果屋宇署嘅強制驗樓計劃咧，佢哋就會根據個 DMC，例如你有20棟，佢就一次過出晒俾你噶啦。咁而另外，有啲機構好得意嘅噃，佢會全港有唔同嘅位置都有不同嘅物業嘅喎，咁其實亦都可以分期認證嘅。例如佢喺港島有幾棟，咁佢可能喺港島呢1年做住港島嗰幾棟先咯。九龍又有幾棟，咁亦都可以下一年就做住九龍嗰幾棟先啦。再跟住下一年，新界又有幾棟，就再下一年先去做，咁就按部就班，慢慢地去做呢啲樓宇嘅評審工作，而中間又唔會怕屋宇署隨時會發出一啲通知書嚟擾亂咗成個維修保養檢驗嘅計劃咁樣。當然透過呢個計劃，咁樓宇安全喺檢驗維修又有一個良好嘅管理之下，樓宇嘅安全可以獲得提升，啲住客或者街外人都會覺得安心啲啦。而喺個管理系統方面，亦都透過一個評審，亦都知道個管理系統嘅程度去到邊啦。如果有個，我哋就加冕佢啦。如果有啲做得不足嘅地方，亦都可以及時去跟進喎。最終我哋會有啲證書同優質獎章咧，就會發翻俾一啲完成咗評審嘅樓宇嘅，亦都有個提升業績獎。所以咧，屋宇署好支持我哋呢個計劃嘅。咁我哋亦都可以睇睇屋宇署嗰個睇法究竟係點喎，亦都有個短片，大家可以睇一睇。咗一項計劃，加許可管理及維修嘅樓宇。評審計劃認證嘅樓宇，我會屋宇
再重申嘅支付強制驗樓計劃同埋強制驗商計劃公用部分嘅要求。房協已經由2021年7月開始接受樓業主分期參與呢項評審計劃。嗱，咁其實頭先都聽到啦，咁屋宇署其實亦都好支持我哋喺個坊間度推動一個自願嘅計劃，亦都希望咧一啲樓宇可以主動做好佢嘅保養嘅維修嘅工作嘅。咁如果嚟參加我哋嘅計劃嘅話咧，咁有咩參與嘅類別咧？咁最主要咧就分3項嘅。第一個類別就係 for 一啲樓宇佢冇收到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嘅通知書。咁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嚟參加咧，咁喺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同保養維修方面嘅評審都需要做嘅。而另外咧有一個就叫做第一甲類別，就 for 一啲樓宇咧就係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通知書，但係又唔想成日俾屋宇署催逼住嘅，就可以喺收到通知書2個月之內嚟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咁屋宇署暫時咧就會 suspend 咗個通知書先，而同樣地亦都要進行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同保養系統嘅評審嘅工作。而第二類別咁有啲乜嘢樓宇咧？咁就係 for 一啲樓宇，咦，原來佢已經完成咗屋宇署強制驗樓驗窗通知書嗰個內容，即係話佢已經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樓驗窗通知書，並且已經完成咗檢驗維修嘅工作，而佢亦都覺得佢自己嘅管理同保養嘅系統都唔錯喎，咁其實亦都可以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咁我哋會有啲證書可以頒翻俾呢啲大廈嘅。咁當然喺管樓宇安全方面已經完成咗啊嘛，屋宇署嘅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通知書，所以喺呢方面就豁免咗，唔需要再跟進㗎啦。咁認證範圍咁選擇咗類別之後，咁認證範圍有乜嘢咧？咁就其實咧，我哋就可以分為呢個單一嘅認證同分期嘅認證嘅。最主要我哋就會跟翻嗰個 DMC 大廈公契或者係嗰個 OP 所指示樓宇嘅範圍，其實都需要做翻個審核嘅。如果喺分期認證方面，圖裏邊右手邊分期認證方面，咁就將個地盤咁就可能分開2個啦。咁就第1年可能做第1期嘅範圍，幾棟樓加一啲公用嘅位置，一啲設施房；第2期亦都係幾棟樓加一啲嘅設施房一啲公用嘅位置去做翻個樓宇評審嘅工作啦。而喺2012年嘅時候咧，咁我哋知道咧，咁就原來有啲即使賣散咗嘅發展項目，有個別咧1-2棟嘅樓宇係屬於某一個業主或者某一個發展商嘅喎。咁喺以往就不能夠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咁就喺2021年之後咧，好似圖中一啲黃色嘅部分係由單一業權所擁有嘅，而呢啲大廈如果想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就唔使話連同成個地盤一齊參加嘅。咁個別呢啲黃色嘅位置嗰幾棟大廈一啲嘅幼稚園嘅建築物都可以參加咗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啦。咁評審項目有啲乜嘢咧？咁大家可以值得再去睇睇嘅，因為我哋嘅評審項目咧，咁就分為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同保養嘅系統，即係話真係要睇嘅項目有啲乜嘢啦。樓宇安全方面就分咗6個元素嘅，就同屋宇署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嘅要求完全一致。咁而另外樓宇管理同保養系統方面咧，就依照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評審手冊，為大廈作出一個評核同評分啦。咁樓宇安全方面元素1至6，咁有啲咩咧？大家可以睇睇嘅。即使唔係參加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咁其實咧呢個就同屋宇署強制驗樓計劃、強制驗窗計劃就完全一致。即係話收到通知書都需要睇呢啲項目㗎啦。嗰6樣嘢有啲乜嘢咧？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個樓宇嘅外部構件同其他實體嘅構件，包括外牆即係外牆好緊要啦，即係好多時跌嘢落嚟就喺個外牆嗰度啊嘛。一啲金屬嘅百葉窗一啲lobby 走廊嘅飾面入口嘅大閘
而甚至乎喺外牆嘅話，咁啊一啲嘅幕牆啊，如果大廈有啲公用嘅天窗或者假天花，咁其實都要睇埋啦。就係樓宇嘅外部構件同埋其他實體構件都需要睇嘅。咁而另外啦，結構好緊要啦，支撐棟樓即係咪 stable 噶嘛？咁樣咧，咁啊一般一啲柱一啲承力嘅牆身梁樓板水缸等等一啲防護嘅欄障，懸臂式伸出嘅構築物，例如大家成日喺路上面經過嘅一啲簷篷等等，咁其實都需要去做翻個檢驗，而有需要都做翻個修葺啦。咁消防安全構件方面啦，咁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噶啦。最主要就係包括一啲走火嘅逃生嘅路徑啦，消防同救援進出嘅路徑同一啲內火嘅結構。咁其實咧睇到圖中亦都見到啦，一啲樓梯咁會唔會有阻塞逃生通道嘅情況咧？會唔會有缺漏嘅指示牌咧？會唔會一啲防火門會唔會有破爛嘅防火門？一啲防火門嘅玻璃會唔會係破損咗咁樣呢？咁而另外消防進出入嘅路徑屋苑出邊嗰個屋苑範圍內嗰個 EVA 個緊急消防通道會唔會有阻塞或者有啲咩其他問題？咁其實都要睇翻嘅。咁就另外啦，就係排水嘅系統都需要睇翻嘅喎。最主要外牆嘅排水系統公用嘅部分嘅排水系統，即係話即使一啲排水系統公用部分喺個室內嘅位置，咁其實都需要睇啦。喺外牆嘅排水系統都需要去睇翻啦。而一啲落咗地下嘅排水嘅系統嘅情況都需要睇翻嘅。好似圖中呢個咁嘅 case 咧，咁佢亦即係揭開咗啲沙井啦，亦為佢嘅地底嘅排水嘅系統咧，就照咗一個 CCTV 睇翻個情況究竟係點啦。跟住 ending 咧就係嗰個違例建築工程啦。咁違例建築工程係咪要拆晒佢咧？咁其實根據屋宇署嘅要求，其實就唔係拆晒佢嘅。最主要咧就係話要睇翻樓宇裏邊有啲乜嘢嘅違例建築工程，咁就需要咧就記錄翻喺嗰個檢驗報告裏面啦。如果情況都尚可嘅，咁就檢驗即係話翻佢嘅情況尚可啦。如果佢有乜嘢好緊急嘅情況嘅，咁就要叫業主快啲處理咗佢。如有需要都要通知翻屋宇署咁嘅情況。但係呢個項目咧就唔係話要拆晒所有嗰個違例建築工程嘅，最主要就係睇翻個狀況係點，並且如果狀況尚可嘅，就記錄翻喺嗰個檢驗報告裏邊啦。咁跟住咧就係窗戶都需要檢驗嘅。我哋同屋宇署有少少唔同，我哋嘅計劃最主要咧就係睇翻公用部分嘅窗戶例如公用部分嘅百葉窗走廊嘅氣窗一啲防火窗樓梯嘅防火窗等等啦。公用部分嘅啫。而屋宇署嘅話咧就會成棟所有窗咧都要求做翻個檢驗嘅。咁以上咧嗰1至6項咧，無論係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或者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樓驗窗通知書咧，都需要進行㗎啦。而個規格其實係一模一樣嘅。簡單而言，就係要聘請翻一個專業人士去睇翻嗰個樓宇呢幾個項目嘅情況，如有需要就做翻個修葺啦。咁而跟住落嚟要講嘅咧，就係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比較獨特嘅部分啦，就係樓宇管理同保養維修嘅系統，就依照翻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評審手冊評核同評分。咁首先咧就係嗰個樓宇項目7Element 7就係樓宇日常嗰個保養包括我哋想會睇翻嗰個日常嗰個保養同嘅記錄啦。會唔會有呢啲 program 講翻成個屋苑幾時會檢驗一啲乜嘢㗎？當然我哋亦都會想睇翻嗰個屋苑會唔會已經係根據法例例如就一啲消防嘅系統lift 嘅系統電力嘅系統，定時做翻個檢驗同修葺咁樣項目林林總總嘅，但係我哋最主要想睇翻
嗰個佢日常保養嗰個計劃同記錄做翻做得如何嘅成樣嘢。咁就再跟住落去啦。咁樓宇管理嘅項目方面咧，咁要嗰個樓宇即使做咗個檢驗維修都係一次嘅啫，要可以讓佢保持到之後都保持到個安全嘅狀況，咁個管理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咁變相咧，咁我哋就喺樓宇管理項目方面就會評核翻，咦佢有冇聘請翻專業嘅管理公司啊？有冇一啲清潔嘅服務有冇定時呢一啲舉例嚟嘅啫？有冇定時同各業主去開翻個會議，將啲 message deliver 翻同業主講翻情況究竟係點咁而另外就會唔會有會唔會都買咗第三者保險咁樣亦都係項目都係林林總總嘅。我係想希望透過呢個項目咧，睇翻整體樓宇嗰個管理方面嗰個水平究竟係點。而當然繼續落去啦，就係嗰個環境保護嗰個措施而家呢個世代環保好緊要啦。咁我亦都會睇翻大廈裏邊嗰個環境保護嘅措施做得好唔好咧例如我哋會想睇睇佢嗰個可再生能源有冇用到可再生能源有冇提供一啲回收嘅設施例如一啲三色桶，例如回收一啲光管回收一啲舊嘅電池等等啦節約能源嘅措施有冇換到一啲較為慳電嘅電力裝置，例如一啲 LED 嘅光管有冇話一啲公用嘅位置，咁就 keep 翻嗰個溫度咧即係 advise 翻個溫度喺24至26度嗰個冷氣調翻喺24至26度，咁會比較好少少而當然一個物業管理方面有增值服務就更加好啦各類型嘅增值服務有啲咩例如禮賓嘅服務啦，會唔會有啲借下車仔借下錘仔一啲手提嘅工具嘅服務咁樣啦節日裏面有冇做到一啲裝飾啦咁有冇攞到啲 ISO 嗰啲都係嘅咁而另外而家不斷講緊創新嘅科技，咦有冇用一啲新嘅科技喺嗰個樓宇裏邊例如而家好多屋苑我哋見到有啲好得意嘅滅蚊一啲比較新穎啲嘅滅蚊嘅措施又或是有冇用到一啲機械人，例如一啲機械狗咁，可能幫下手咁樣都可以係一啲新嘅科技應用嘅例子嚟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項目睇到，咦喺嗰個新嘅科技或者呢啲附加嘅增值服務裏邊會唔會都有一個好嘅表現咧？呢個樓宇咁以上咧就係我講咗最主要10個項目，頭嗰6個項目就會同屋宇署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計劃嗰個要求相一致嘅，就係要聘請個檢驗人員去做翻個檢驗同修葺。而第7至第10項就係根據我哋自然樓宇評審計劃喺方方面面就為大廈做翻一個評核，咁樣睇下整體嘅管理同保養嘅水平去到邊度咁跟住落去咧就要講翻嗰個服務嘅提供者啦咁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如果參加嘅話咧，就要咧就聘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評審員嘅相關嘅名冊咧，可以喺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網頁裏邊可以睇得到其實就會分幾個名冊嘅，分3個名冊，分別係名冊1、名冊2A 同名冊2B。名冊1咧就可以做晒樓宇安全同樓宇管理同保養系統嘅元素1至10所有項目嘅評審啦。而另外名冊2A咧就可以做到元素第7至10項嘅評審，而名冊2B咧就可以做到元素第8至10項嘅評審。當然佢哋成為呢個名冊1、名冊2A 同名冊2B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評審員嘅背景係會唔同嘅。名冊1嘅話，咁佢必須佢嘅專業資格係屋宇署註冊嘅檢驗人員啦例如註冊檢驗人員、建築師名冊方面嘅測量師名冊或者係工程師名冊等等啦。而名冊2A咧就係一班咧佢哋可以做到叫註冊檢驗人員，但係佢未申請，
但係就具備相關嘅資格，例如嗰個認可人士啊，或者註冊測量師啊、結構工程師等等。而名冊 2B 方面做評審元素8至10項嘅，佢哋會係專業嘅測量師啦，物業設施管理或者產業測量組，物業管理人 PMP Tier 1嘅第一級啦，即係亦都可以申請做名冊 2B 嘅。另外，註冊嘅專業房屋經理或者註冊專業工程師有環境界別嘅，亦都可以申請做名冊 2B 嘅。咁啊，除咗具備呢個專業資格之外，咁點可以申請成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評審員啦？咁就分別咧，就仲要喺取得個指定嘅專業資格之外，仲要完成為期1天嘅評審課程嘅。咁個評審課程咧，咁就為期1天喺我哋嗰度上啦。咁個費用就500蚊。咁就如果5個人以上報名嘅話咧，咁就有8折嘅，咁就400蚊啦。完成評審課程之後咧，就可以向我哋提交嗰個申請嗰個表格啦。註冊費用就1000蚊2年，續期嘅費用咧其實就500蚊2年嘅。話就話1000蚊，其實就有550% discount。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哋不定期開班嘅，可以打俾我哋去即係講下如果有興趣，我會集低個名字，咁開班嘅時候就會通知大家。咁另外仲要提一提嘅，我哋呢個活動咧，即係呢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評審員嘅課程咧，亦都同物業管理監管局嗰方面有聯繫嘅。物業管理監管局視呢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評審員嘅課程咧，係佢哋嗰個核心嘅 CPD 嘅一部分。如果上咗呢個課程咧，亦都可以 claim 到5小時嘅專業進修嘅時數嘅。咁有興趣可以打俾我哋了解多少少。睇下幾時有班開咁樣啦。咁以下落嚟可以聽聽嗰位其中一位我哋嘅註冊嘅評審員佢嘅説話究竟係點喎？大家好，我係 Pius， 目前係一間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擔任項目及課程嘅發展經理。我主要嘅職責係透過建立機制、實地巡查、推廣教育等各方面，確保我哋公司管轄樓宇嘅各項質素都達到客戶嘅要求。我喺物業管理業工作超過咗20年，並且喺2021年獲得咗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出嘅物管人第1級牌照。工作嘅期間我亦都修讀咗香港城市大學嘅房屋學文學碩士課程。不論工作定係學習嘅時候，我都明白樓宇質素對大廈持份者嘅生活同埋安全都好重要。我亦都深信樓宇管理同埋保養得宜實在有賴業主、住客同埋管理公司等等唔同嘅持份者攜手合作，一同努力。所以除咗先後完成咗多個有關樓宇安全嘅課程之外，我亦都參加咗香港房屋協會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培訓課程，並且註冊成為評審員。希望透過預先引導樓宇業主同埋員工自行評估樓宇嘅狀況，進一步揾出需要關注同埋跟進嘅地方，同時善用自己嘅物管工作經驗，應對新嘅挑戰。作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下名冊 2B 嘅評審員，我需要評審物業嘅管理元素、環境保護元素同埋增值元素。樓宇管理元素就包括同住客嘅溝通、保安措施、危機同埋緊急事故處理等等。而環境保護嘅元素就包括廢物管理、節約能源、環保推廣同埋教育活動等。增值元素包括管理系統嘅認證，例如 ISO 啦，同埋採用先進嘅科技提高服務品質，提供住客活動同埋禮賓司服務等等。好，咁就頭先啱啱咧就聽完呢位我哋嘅註冊我哋嘅名冊 2B 嘅assessor 去講佢嘅一啲睇法啦。林傑樂先生咁跟住落嚟喎，如果完成咗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可以得到一啲咩咧？咁我哋會有啲證書同優質獎章咧，咁就會頒發翻嘅。咁就首先會有一張普通嘅證書啦，即係話所有公用部分咁就已經做晒啦。咁亦都喺個樓宇管理同保養系統方面咧，亦都得到最基本嘅分數啦。
咁另外咧有一張卓越證書嘅，就即係話所有公用嘅部分，而樓宇如果有啲私人擁有嘅露台外廊，亦都做咗個檢驗，當然冇又唔需要理會佢啦。而喺樓宇管理同保養嘅系統方面，亦都得到一個比較高嘅分數咧，就可以得到呢個卓越證書嘅。而現時嚟講喺我哋所有個案裏邊，其實都係攞卓越證書嘅。即係亦都唔會話係一個好難攞嘅證書嚟嘅。獲得嗰個證書之後，梗係當然已經等同咗符合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嘅要求，我亦都會將個資訊俾屋宇署，嗰個屋宇署亦都會知道呢件事啦。而另外咧，獲得個證書之後咧，亦都會有啲優質獎章再加翻，錦上添花咁咯。例如會有樓宇管理嘅優質獎章，即係話樓宇管理方面亦都得到一個更加好嘅分數啦。而另外樓宇保養同維修優質獎章或者樓宇保養維修傑出優質獎章嘅喎。傑出優質獎章方面咧，就話樓宇保養方面直頭係冇僭建物嘅同大廈就可以攞到個傑出優質獎章啦。但係可能都會有啲難喎。而樓宇保養方面其實分數都唔低，咁亦都可以攞到個樓宇保養維修優質獎章嘅。如果喺嗰個環保方面亦都攞個分數比較高少少咧，其實亦都會攞到個環保意識優質獎章啦。基本上喺我哋完成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樓宇裏邊咧，其實絕大部分都可以攞到呢幾個優質獎章嘅。係嗰個傑出優質獎章、維修傑出優質獎章難攞少少啦。一啲樓宇完成咗嗰個評審之後，亦都我哋嘅一啲住戶一啲嘅 I.O. 一啲管理公司都有佢嘅睇法喎。咁我哋亦都可以睇一睇。為市民營造一個理想嘅家，一直係房協嘅信念。房協推行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同社會各界並肩同行，透過檢驗、修葺、評審，共建理想家園。我哋麗德村嘅天台咧，應該係全香港最靚㗎啦。我哋啲居民咧，又可以每一朝咧都上嚟呢度做運動嘅喎。咁房協嘅職員咧，又親切有禮啦，又用心盡責啦。咁啲樓咧又做足晒檢查，咁令到我哋喺呢度住嘅居民咧，就個個都好有歸屬感嘅。喺整個自願驗樓同大維修過程中，雖然咧我哋面對種種嘅困難，當時服務處成立咗大維修諮詢小組，居業大部分嘅委員咧都參加咗小組，成為小組嘅成員。喺居業同埋各位業主共同努力下，嚴謹監察顧問公司、工程承辦商，加上服務處適切跟進個案，而家工程得以如期完成，置富花園煥然一新。係啊，我哋收到屋宇署發出嘅強制驗樓預先通知書之後呢，我哋就主動去了解房協推出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原來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喺時間性方面係較強制驗樓計劃靈活嘅，我哋可以靈活咁分配財務啦同埋人力資源，按部就班咁為我哋20座高座同埋7座低密度嘅樓宇進行檢驗同埋修葺，亦可以咧攞到樓宇嘅管理水平同埋保養水平嘅專業評審認證。置富花園獲得全港首個大型私人屋苑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卓越證書、樓宇管理優質獎章、樓宇保養維修優質獎章同埋環保意識優質獎章，大大咁提升咗屋苑嘅形象。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同社會各界並肩同行，創建宜居，永續共融。呢度係我哋係我哋呢個係我哋理想家。係啦，理想的家啦，希望可以一啲樓宇，如果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慢慢咁可以讓佢嘅整體嘅情況會變得更加好啦。如果要參加樓宇認證方面咧，到現時為止咧，參加樓宇認證嘅數目咧，參加計劃嘅數目嘅樓宇已經涉及400幾棟嘅樓宇㗎啦。
咁如果要參加嘅話，咁點咧？咁其實相關嘅表格同埋文件咧，就喺我哋秘書處嘅網頁自然樓宇評審計劃網頁上面可以下載嘅。咁咧一陣間會講講我哋嘅網址啦。咁最後咧，其實都差唔多講到呢度，好多資訊講咗啦。咁就另外咧要講講咧，就其實我哋都要收翻嗰個費用㗎喎。咁每個申請咧，我哋就要參加費用係500蚊啦。咁而另外到佢完成咗嗰個所有嘢工作做晒，要交文件嚟俾我哋做認證嘅時候，咁我哋都有個費用要收翻嘅。例如第一類別嘅話啦，咁100伙或以下嘅話就1萬蚊，100伙以上至到101至2000伙咁2萬蚊啦，2001至4000伙就3萬蚊，4000伙或以上咧就4萬蚊咁樣。當然啦，我就 echo 翻我哋一開頭所講我哋一個社區計劃啦。咁其實錢又唔係成日咁講嘅。每個申請參加嘅費用500蚊，咁都需要收嘅。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咁100伙樓下咧，咁我哋暫時就會收翻嗰個認證嘅費用嘅，因為都相當之踴躍。但係101伙以上嘅樓宇咧，咁我哋暫時仲係豁免緊嗰個認證嘅費用嘅喎。即係話，如果你哋嘅大廈係嗰個單位嘅數字係100伙或以上，如果要參加自然樓宇評審計劃嘅話咧，俾500蚊就已經足夠㗎啦，係咁多嘅啫，由頭到尾都係收咁多嘅啫。100伙樓下就會收翻多少少啦。當然啦，呢個費用唔會包括嗰個評審員嘅費用啦，而聘請個別參加者、聘請評審員嘅費用咧，就由嗰個參加者同個評審員自行去磋商呢件事啦。以下最後我有2個個案，我想分享翻，就係我哋自然樓宇評審計劃嘅特色嚟嘅。首先第一樣就係嗰個樓宇分期嘅認證，佢點做咧？點樣可以喺呢方面 benefits 佢自己咧？就呢個背景資料就係呢個發展，咁佢有27棟樓嘅住宅嘅單位嘅數量超過400個啦。咁佢就透過分期嘅認證，佢都分開咗幾年，去將佢屋苑嘅數字嘅切割為6個部分啦。第1分期、第2分期至到第6分期咁樣啦。逐年完成翻佢評審一啲檢驗維修同評審嘅工作。咁到現時嚟講咧，佢個整體嗰個評審都差唔多完成㗎啦。而另外一個個案嘅分享咧，就係講緊原來喺一啲機構佢有好多唔同位置嘅物業都可以分期認證嘅喎。咁就例如呢個例子某個公營機構，咁佢就分階段認證佢嘅物業。咁呢個公營機構佢有24座嘅職員宿舍嘅，就坐落於香港不同嘅區域啦。所有嘅職員宿舍咧，佢都有定期做翻檢驗同修葺嘅喎。咁佢就希望透過自然樓宇評審計劃，咁可以分階段認證佢嘅物業，以滿足到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嘅要求啦。亦都當然佢唔想即係某時某刻就收到屋宇署強制驗樓同強制驗窗嘅通知書，打亂咗佢整體嘅計劃。咁佢就透過我哋秘書處將佢嘅進度表就交俾屋宇署，亦都獲得屋宇署接納，即係話佢可以根據佢嘅進度表咧，逐年去做翻佢嗰個檢驗修葺同評審嘅工作啦。咁個 program 就類似係咁樣啦。第1年有幾棟樓去到做咗半年嘅時候，咁佢亦都有若干嘅物業繼續去做咁樣啦。咁就去到第2、第3、第4、第5年，咁每年亦都有一啲物業進行個檢驗修葺。咁就根據呢個 program 咧，咁佢可以預定到佢未來幾年應該要做嘅工作究竟係點樣啦。當然亦都係屋宇署亦都 accept 咗呢個 program 咁樣啦。最後我頭先所講咗咧，其實好多嘅資訊嘅，所有嘅資訊亦都可以喺我哋自願嘅樓宇評審計劃嘅網址裏邊可以得到。我哋網址就係 vbas.hkhs.com 啦。裏面有啲參考嘅文件嘅，例如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評審樓宇認證嘅指引可以睇一睇啦。裏邊亦都有個預審表，就係for一啲大廈真係想參加喎，但係你要收嘅文件可能都要有不同嘅文件要睇翻喎。咁究竟可唔可以達得到
或者自己有冇呢啲文件可以俾到啊？可以揾個預審表睇睇啊，自己做咗評估先，因為我亦都唔想話啲大廈咦嚟到最終原來發覺做唔到嘅喎，咁啊 before that 之前咧可以下載翻嗰個預審表，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滿足到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嘅要求先啊，亦都喺我哋嘅網頁可以下載到啦。咁啊，最後聯絡嘅方法其實最主要記住我哋嘅電話啦，81080108咁啊，真係一個熱線電話嚟嘅，咁啊應該響三下都有人，應該響三下都會有人聽㗎啦，咁啊大家可以記住啦呢個 PowerPoint 咁我稍後其實亦都會俾翻IFMA 方面可以 share 俾大家嘅。咁就嚟到呢度咧，咁我嘅今晚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大家如果有問題嘅話咧，亦都可以喺個 chat box 度打翻啦。咁我個分享到呢度，唔該晒阿 Joyce。好，唔該晒阿 Ken 嘅，咁唔該晒。咁大家有冇啲對於頭先阿 Ken 講嘅嘢有冇啲咩問題，可以喺個 chat box 度講一講？誒，我見到有一條問題嘅，咁就係大廈係啦，喺個 chat box 都睇到。大廈開始想做維修喎，坊間裏邊咧有唔同嘅機構提供一啲資助嘅計劃，咁啊請問參加你嘅計劃可唔可以同時申請資助？咁啊當然可以申請呢啲資助啦因為其實呢啲資助好多時都係由政府或者市區重建局嗰度俾出嚟嘅咁我相信我哋嘅機構可能就同呢啲例如市區重建局咁個角色有少少唔同，但係絕對係冇衝突嘅。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絕對可以申請URA，即係市區重建局嘅一啲資助嘅計劃。而我哋其實亦都同呢個市區重建局相當友好嘅例如佢哋會有我哋嘅大廈，佢會參加佢嘅 Smart Tender 啦就讓呢個URA 揾人幫手都睇睇整個樓宇檢驗同維修嘅流程啦。當然佢仲有林林總總嘅其他嘅計劃，例如有啲免息嘅貸款有一啲樓宇更新大行動嘅林林總總。簡單而言就係絕對係冇衝突，可以參加URA 或者其他嘅機構一啲資助嘅計劃嘅。而甚至乎咧 URA 嘅資源嘅中心喺土瓜灣嗰度，亦都見到我哋嘅宣傳短片嘅我哋同佢係友好嘅機構嚟嘅。唔該。咁其他人有冇其他嘅問題？如果冇嘅話咧，其實我有個問題就想問一問阿 Ken 你啦。咁例如啦，例如可能有啲屋苑啦，例如公屋又好，居屋又好，定係私人屋苑都好啦。咁可能有啲有成10幾座噶嘛，有啲。咁如果係分期做認證，咁係分幾多期逐棟去啊？定係一期有幾多棟？定係有冇話指定時間嘅1年內要完成？其實分期認證方面咧，其實好靈活嘅呢樣嘢，但係咧 before 參與之前，其實都未必需要一定參與咗先嘅before 參與之前，同我哋講一講個分期成個 plan 可以點去做例如你想點分咁樣，俾咗個 plan 我哋先，我哋覺得都可行因為就冇話一本通書睇到老嘅例如佢有10幾棟，咁係分2年定分3年好啲咧？我哋都會有個 advice 可以俾翻嘅before that 之前。好簡單，同我哋傾一傾先，可以點做啱心水啦，先至再嚟去參加都唔遲嘅。而我哋亦都不吝嗇俾我哋嘅意見嘅，即係唔需要話擔心，唔係未參加住，可唔可以問咧？問題隨時都問得，我哋亦都樂意 provide 翻我哋知嘅嘢啦咁樣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去揾你啦，咁你哋會唔會話可能會秘書處會唔會派人同我哋 like face to face 咁樣去講㗎？其實 from time to time 咧，有啲法團或者管理公司，即係當然你話去到要去業主大會咁樣，我係未必會去一啲業主大會嘅，因為已經去到要表決成我係未必會參與嘅。但係一般管理委員會法團會議或者一啲管理處想同我哋 face to face 講得清楚少少見到真人容易講啲，隨時我哋亦都係好樂意
去不同嘅屋苑去講解嘅。都係啦，因為我哋同屋宇署都好友好嘅。我哋除咗講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亦都講埋強制驗樓計劃、強制驗窗計劃。究竟係咩嚟㗎？大家了解多啲。因為我哋都知道管理即係IFMA 嘅會員梗係好專業啦。咁但係一般嘅市民大眾未必好了解嘅，究竟點檢驗維修，我哋亦都可以俾下意見，冇問題嘅。呢啲隨時打俾我哋。好啊，咁我見到仲有 Angel 係咪 ？Angel 都有另一條問題，Ken 可能都可以解答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咧就會檢驗公用部分嘅窗戶，咁會唔會收到私人單位嘅窗方面檢驗嘅 notice 咧？咁其實呢方面係真係會有機會嘅。如果參加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會唔會有機會收到屋宇署個別會發一啲窗嘅 notice 俾嗰個私人業主咧？咁都會有咁嘅機會嘅。因為我哋真係冇涵蓋到各個私人業主單位嘅窗戶。咁都會有咁嘅機會啦。係啦。咁頭先唔好意思，Ken，我又想問翻多啲。我頭先 follow up，例如啦，你話其實可以你同專員啦去 advise 完我哋可能再 advise 我哋有個 plan 去點樣分幾多座咁樣嗰啲。咁如果我每次嘅申請費用，我會係 count as 一次啊，定係每次都要俾500蚊嘅咧？嗰個申請嘅費用咧就係俾500蚊已經足夠噶啦。其實個申請費用係啦，我冇記錯嘅話啦，就無論分10期都係500蚊嘅啫。嗰個申請。明白。咁如果可能做下開緊，即係我俾咗個申請費用啦，咁跟住中間開咗業主大會，咁佢就否決話唔做，咁我係咪需要俾認證費啊？定係如果係咁嘅話，就有啲咩安排啊？放心即係我哋都係講我哋一個社區嘅計劃啦，唔會成日走去即係好想收個認證費用咁啊。其實唔係咁樣嘅。咁如果大廈申請嘅時候真係講真係俾500蚊嘅，我相信都唔係一筆大嘅錢啦。咁如果中間做下，其實我哋見不少嘅屋邨，我哋知道做維修嘅難度做檢驗嘅難度其實好高嘅。如果中間裏邊佢突然之間做唔到喎，或者啲業主否決咗喎，咁點啊？俾封信我哋就足夠噶啦。其實跟住又講翻先，需唔需要收個認證費用啊？咁當然梗係唔需要收啦。講翻俾我知，我哋有啲困難喎，我哋都係繼續唔到一個自願嘅計劃啦。咁嗰個後果係啲咩咧？咁我哋當然會通知翻屋宇署啦，佢不再喺呢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裏邊啦。咁所以屋宇署當然有機會又揀翻佢做目標嘅樓宇啦。呢個就係佢個後果啦。但係對於我哋而言，我哋就唔會話好想收嗰1萬2萬蚊咁樣嘅，唔使唔使就係唔使，500蚊咁樣嘅啫。明白。咁其他Dixon 都好多謝你支持我哋，好多謝阿 Ken 係啦嘅分享啦。好，見到 Dora 係啦，有嚴小姐有一個問題嘅。我哋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最主要嘅目標嘅樓宇咧，就係住用或者商住嘅樓宇，即係例如大廈嘅上面係一啲住宅嘅大廈，下面係一個商場咁樣。但係暫時呢一刻我哋未 cover 到 commercial 或者 industrial building。我哋喺呢方面我哋都會再做功夫，同屋宇署嗰邊再傾一傾啦。但係暫時呢一刻係未 cover 到個 commercial 同 industrial building 住嘅。明白，都好清晰啦，係啊 Ken 講得係啦。咁阿 Ken 仲有冇其他補充啊？咁都係一開頭我喺度，即係唔好意思大家咁多位有少少 technical 嘅嘢，頭先用咗少少時間整，但係我都聽到嘅。我之後咧就會將我哋嘅 PowerPoint share 翻俾大家，中間會有啲短片嘅，咁我都會將啲 link 即係因為我 PowerPoint 未必睇到啲 link 嘅，我都將啲 link share 埋俾大家可以睇一睇，有興趣可以望一望。我都係最後一句嘅，
即係因為我哋都肩負一個使命，其實除咗話一定要參加我哋計劃之外，推動嗰個社區嘅樓宇嘅安全同管理咧，咁我哋覺得責無旁貸嘅嚇。有需要嘅話揾我哋傾一傾啊，有冇需要面對面傾一傾啊，都可以嘅。咁就大家就可以保持聯絡啦嚇，即係嚇。我諗今日係啊，嘅分享係咁多啦。係啊，咁都好多謝阿 Ken，咁我都相信我哋啲會員咧都係一啲好關心社區同安全嘅人嚟嘅。咁Ken 好多其實我哋會員都係有拎嘅 Tier 1牌，咁可能鼓勵佢哋參與你哋嗰個2B 隊啊，咁樣嗰啲都可以啦。咁好啦，咁大家可以而家咧，我哋會 share 翻嗰個 CPT hour 個 code 啦，係啦，咁大家就可以 claim 翻，係啦。咁今日都好多謝阿 Ken 啦，你放咗工嘅時間都仍然同我哋去介紹翻呢個自願樓宇檢驗計劃，係啊，好多謝你啊！我哋好榮幸你哋邀請我哋嚟講呢個 CPD，可以讓大眾可以接觸我哋嘅計劃多少少。我哋嘅好感激貴會同埋抽空出席呢個 seminar 嘅各位嘅大眾。係啦，咁大家記得有任何興趣或者問題都可以去聯絡翻佢哋嘅秘書處啦，咁就可以大家了解翻更多啦。好啦，唔該晒咁多位。好，咁我哋就會將 PowerPoint 嘅 material 同埋呢個 webinar 嘅 recording 都會 upload 翻上 IFMA 個網嘅。咁好多謝晒大家今次出席，係啦，我哋嘅會議好嘅 webinar 好，拜拜，多謝大家。